那地遭遇饑荒，因饑荒甚大，亞伯蘭就下埃及去，要在那裏暫居。將近埃及，就對他妻子撒萊說：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婦人，埃及人看見你必說這是他妻子，他們就要殺我，卻叫你存活。求你說你是我的妹子，使我因你得平安，我的命也因你存活。及至亞伯蘭到了埃及，埃及人看見那婦人極其貌美，法老的臣宰看見了他，就去法老面前誇獎他。那婦人就被帶進法老的宮去，法老因這婦人就厚待亞伯蘭。亞伯蘭得了許多牛羊、駱駝、公驢、母驢、僕婢。耶和華因亞伯蘭妻子撒萊的緣故，降大災與法老和他的全家。法老就召了亞伯蘭來說：你這向我做的是什麼事呢？為什麼沒有告訴我她是你的妻子？為什麼說她是你的妹子，以致我把她娶來要作我的妻子？現在你的妻子在這裏，可以把她帶走吧。於是法老吩咐人將亞伯蘭和他妻子並他所有的都送走了。首先係家園遭到干擾，而家就係家產受到威脅。神所賜嘅地竟然發生咗饑荒，亞伯蘭帶住好多嘅家產離開，饑荒令到牛羊都死晒啦，變得一無所有，被迫前往埃及。結果由法老將家產都送回俾佢，原以為帶着資源上路就會有多一份把握，於是將牛羊盡都帶去，但係神卻逼佢完全放低，再重新賜俾佢。呢一個時候佢先至係真真正正做到離開父家。我哋嘅視野十分之淺窄，總以為必須要擁有一啲乜嘢先至可以有保障，但原來呢啲嘢並唔重要。神並唔認為你需要佢哋，佢要你首先將呢一啲嘢放低，空手上路，佢自然就會用其他方法去供應你，令你一無所缺。其實亞伯蘭喺呢一度差啲闖出禍，佢用自己嘅方法求活，將妻子認作妹子，後果可以係非常之嚴重嘅。神話你嘅兒子，你將來嘅子孫係我賜給你嘅福氣。若果法老真係娶咗撒萊，咁以色列嘅神為亞伯蘭所預備嘅子孫就會被亞伯蘭自己搞禍咗啦。好彩神保守咗佢哋，令到法老及時發覺，佢哋先至不至於闖下大禍。有好多學者為亞伯蘭講好話，指出佢哋的確係有將妻子換作妹子嘅習俗。當時附近周圍國家嘅文化確實係咁樣。不過去到埃及就唔適用啦。喺米所波大米，人人都明白呢個稱呼係指啲咩意思。亞伯蘭唔一定係講大話㗎。而家一河之隔嘅埃及就冇呢一個習俗啦，所以法老佢哋就完全誤會咗啦。法老見撒萊非常之漂亮，愛屋及烏，賞賜咗好多財物俾亞伯蘭。後來真相大白，但係財物既然賜咗俾佢啦，亦都讓亞伯拉罕帶走佢哋離開啦，冇追討翻嚟，就係咁樣。神就將亞伯蘭要放低嘅家產都厚厚賜翻俾佢啦。呢度唔係話亞伯蘭做得好好，但係神就係有辦法扭轉乾坤，將人嘅軟弱化為賜福嘅途徑。回應召命往往唔會一帆風順，我哋亦都冇辦法去想象前面將會遇到啲咩干擾，只能夠要小心，唔俾呢啲干擾阻礙咗我哋履行召命。亞伯蘭呢一次嘅蠢事就係一個考驗啦，好似就係要逼佢諗清楚，佢係咪真係跟從神嘅帶領呢？神早就吩咐佢放低嘅東西，經過一步一步嘅考驗，而家佢總算識得放低落嚟啦。亞伯蘭帶住他的妻子與羅得並一切所有的，都從埃及地往南去。亞伯蘭嘅金銀牲畜極多，他從南地漸漸往伯特利去，到了伯特利和艾嘅中間，就是從前支搭帳棚嘅地方，也是他起先築壇嘅地方。他又在那裏求告耶和華的名，尋尋覓覓兜咗一大個圈，結果又返去原先停留嘅地方。
神先前吩咐佢留下嚟嘅東西，而家又加倍咁賜俾佢，即使比佢離開嘅時候更加富有，但係富有隨即又招來其他嘅考驗啦。與亞伯蘭同行的羅得也有牛群、羊群、帳棚，那些地容不下他們，因為他們嘅財物甚多，使他們不能同居。當時迦南人與比利洗人在那裡居住，亞伯蘭的牧人和羅得的牧人相爭，亞伯蘭就對羅得說：你我不可相爭，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爭，因為我們是骨肉。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嗎？請你離開我，你向左我就向右，你向右我就向左。羅得舉目看見約旦河的全平原，直到瑣珥，都是滋潤的。那地在耶和華未滅所多瑪、蛾摩拉以先，如同耶和華的園子，也像埃及地。於是羅得選擇約旦河的全平原往東遷移，他們就彼此分離了。亞伯蘭住在迦南地，羅得住在平原的城邑，漸漸挪移帳棚，直到所多瑪。所多瑪人在耶和華面前罪大惡極。羅得離別亞伯蘭以後，耶和華對亞伯蘭說：從你所生的地方，你舉目向東西南北觀看，凡你所看見一切地，我都要賜給你和你的後裔，直到永遠。我也要使你的後裔如同地上的塵沙那樣多。人若能數算地上的塵沙，才能數算你的後裔。你起來，縱橫走遍這地，因為我必把這地賜給你。亞伯蘭就搬了帳棚，來到希伯崙萬里的橡樹那裡居住，在那裡為耶和華築了一座壇。亞伯蘭而家就變得好有錢啦，但係有錢咁又點呢？佢原本想將羅得一齊帶喺身邊，結果就係因為太有錢啦，不得不分道揚鑣啦。而家就真真正正同家人分離咗啦。呢一次亞伯蘭學乖咗啦，比較有智慧，佢知道唔可以再擅作主張，為免再次闖禍，佢今次比羅得先揀。羅得揀咗約旦河以東嘅地方，喺當時佢係肥沃而又滋潤嘅地方，但係罪惡就好多啦，並唔係神要賜俾亞伯蘭嘅地方。羅得既然選咗東邊，亞伯蘭就向西邊走，嗰度正係神要賜俾佢嘅應許之地。就係咁樣，神引導亞伯蘭離開原本嘅地方，放低屋企人，放低家產，漸漸佢就確定真正嘅家園就喺嗰度。期間佢受到好多嘅干擾，好多嘅考驗，但係佢亦都越嚟越明白，神就喺一步一步咁引領住佢。我哋回應召命，往往都會遇到好多干擾，所以必須提高警惕，唔好用自己嘅方法嚟解決事情，令到事情變得更加複雜。總係要慢慢逐步咁樣跟隨神嘅腳蹤走。咁樣做並唔簡單，一方面你要當機立斷，根據眼前嘅處境盡快作出決定；而另外一方面，你亦都知道神喺度引領住你，佢有全盤嘅計劃。問題係你睇唔睇到成幅圖畫呢？既然唔能夠預知好多事情，就只能夠走一步算一步。亞伯拉罕呢位信心之父就係咁樣啦，佢並唔係一早就睇通晒全部，而係逐步逐步行住睇，結果越走越堅定。神嘅呼召對佢嚟講亦都越嚟越清晰。冇錯，佢係帶住好多嘅考慮出去，但重要嘅係佢願意走出去。佢踏出咗第一步，神就一步一步咁引領住佢啦。創世記呢段經文話俾我哋知，回應召命係會經過好多考驗、好多掙扎、好多學習嘅。你一步一步走落去，召命就會越嚟越清晰。所以唔好淨係坐喺度等，要等到全部睇清楚先至行得第一步，並唔係咁樣嘅。你根本唔能夠睇得清楚每一個人嘅情況，要走嘅路亦都唔同。神鍾意我哋按住佢嘅帶領，一步一步學習，認出佢嘅作為，學習信靠佢，一面等候佢嘅旨意，一面做自己嘅事情。
亞伯蘭做得最叻嘅嗰一次就係讓羅德先行選擇定居地，唔係自己搶住去揀，就好似俾神嚟揀一樣。佢可能已經學到放手嘅功課，深信神一定會為佢預備最好嘅。喺一般人嚟睇，羅德所揀嘅地方確實係比較優勝嘅，但係對亞伯蘭嚟講，唔知道呢一個對佢會唔會係最好嘅地方呢？喺創世紀第14章記載，羅德所居住嘅所多瑪被列王入侵，可能呢一個就係因為好多人都想爭奪嘅地方，所以神並沒有將你心目中認為最好嘅嘢賜俾你，總係有佢嘅原因嘅。創世紀第15章至16章開始講到屋企人，冇咗羅德，由邊個嚟繼後香燈呢？自己已經年紀老邁啦。仲有邊個可以作為子嗣啊？冇咗羅德，剩低嘅就只有以利以謝可以作為繼承人。亞伯蘭以為呢一個人就係後子，後來佢以為從夏甲生落嚟嘅兒子以實瑪利係神應許俾佢嘅後裔。我哋都好中意用人嘅方法，以為神係通過呢啲方法嚟成為佢嘅應許。無兒無女嘅人就喺家中出生嘅男僕繼承產業，又或者娶妾侍生兒子作為繼承人，喺當時都係合法嘅。所以亞伯蘭好自然就會諗到呢一啲嘅安排。但係神就話唔係啦，我哋實在要小心。唔好強行替神諗辦法解決問題，離開屋企只能靠神賜俾佢嘅一個子嗣。到咗99歲嘅高齡，喺人睇嚟已經唔可能有親生兒子啦。神仍然逼佢學習信靠。喺創世紀第22章就係神對亞伯拉罕嘅一個最大、最終極、最明顯，亦都係最全面嘅考驗啦，就係獻上以撒啦。